以色列是继续搁包围加沙上大间的西法病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警告讲，西法病院目前搁失电，嘛无水通用，状况是真惨哦。也毋过以色列军队昨是公布一段影片，强调讲哈马斯甲邻居拢关伫病院的地下道，嘛发现有大量的武器。以色列是指控哈马斯甲病院当作是战争的工具。另外，哈马斯提出讲停火5天，换7载临时的谈判。以色列这几天一直讲，哈马斯将指挥中心甲军火库拢设伫病院地图下骹，所以将攻击目标刷到加沙病院。世卫组织 WHO 发言人林德梅耶13指出，目前还有600外病人伫西法病院，不过缺少燃料甲饮的水，病院已经失去应该有的功能。用要建造一个防压堡，为体液开始暖气。而来包含新出世的婴儿在内，已经有34人不幸死亡。Currently, we have 36 units survived, which means we have lost 3 over the last 24 hours. 不过，以色列官方13强调，已经撤出新生儿的可能风险，不过说服哈马斯拒绝。针对加沙病院的规矩情形，美国总统拜登13日呼吁，一定要确保病院安全。印尼总统佐科威13甲拜登会谈的时阵，也呼吁美国爱搁较积极解决加沙的人道危机。印度机构也搁一摆表示，病院不应该成做战争的攻击目标。Hospitals must not be made places of warfare. 不过，以色列军方13公布影像，讲伫加沙地区其他病院的地面下骹发现哈马斯的地图，内底不止藏大量军火，佮批评哈马斯将病院当作是战争的工具。影片当中也发现病院地下道下骹疑似哈马斯用来绑票人质的机车甲锁仔。This is Hamas firing RPGs for hospitals. The world has to understand who is Israel fighting against. They were all used in the massacre of the 7th of October. They even have bullets in this motorcycle. A woman, clothes, and a rope. A rope next to the legs. 数百民众13暗时聚集伫联合国伫耶路撒冷的总部外口，控诉联合国营救人质态度真冷淡。哈马斯13是释放出上新的消息，上济放出70个妇女甲囡仔来换取以色列5天的全面停火，互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无回应。另外，纽约的联合国总部13夜降半旗，对到以哈冲突5月份以来不幸死亡101个联合国的人员。公司新闻，警员庆报道。